关于国家森林娱乐区内面有一丛超过85年的台湾原生种樱花，大家拢甲伊号名做雾社樱花王。这个樱花王参一般的樱花是无相像哦，这雾社樱花王的花是白色，风一吹，这花蕊落落来，袂输是落雪同款。白色花蕊随风摇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落雪同款。这丛樱花树悬14公尺，树棵直径超过80公分。当年3月，花蕊就大开。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给人家感觉很白色，很特别，很清新。对，我觉得晚上看跟白天又不一样，因为晚上有月光，然后天黑，看起来就是特别美丽。一般的樱花树平均会当活40至50冬，这丛超过85岁樱花树会当讲是北台湾上大丛的雾社樱花，因为真珍贵。园区主人更特别用围栅来甲保护。天气最近都很好，都没有影响到花瓣的掉落。你看地底下都没有花瓣，所以说今年的花况会很好。盛开差不多在15号、18号这个时候最盛开。假如在月底的时候就，叶子就会出来了。目前樱花已经开卖7成，想要来欣赏的游客，得要趁这最后10天的时间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